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6月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9篇，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8节到21节，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第5节，22节到3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蒙福者。谁可以蒙福？每个人的角度都不相同。反犹太主义的人认为上帝不公平。2次世界大战德国希特勒他就认为犹太人不应该得到祝福，因为他们杀了耶稣。其实背后真正的意义是白人主义的政治因素。犹太人认为只有选民他们自己才能够蒙福，也有人认为蒙福就是财产的增加。传统上呢，人们愚昧的想法，蒙福就是要有妻子、孩子、金子、房子，还有车子。什么是蒙福？什么人能够领受祝福？昨天我们提到了以利的2个儿子，在蒙福的职务上面为非作歹，得罪了上帝，这就不是蒙福了。哈拿曾经认为一个女人要有孩子才是蒙福，因此她向上帝恳求祈祷。但是她真正蒙福的是因为她将好不容易得到的儿子献给了上帝。撒母耳记上卷第2章18节到21节这样的记载了蒙福的哈拿。那时候撒母耳还年幼，他穿着麻纱的以弗得圣服来服侍上主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袍子，在跟她丈夫前往去献年祭的时候去带给他。以利每次都祝福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，对他说，愿上帝主借着你的妻子再次给你儿女，好代替你献给他的这一个儿子。他们就回去了。上主赐福哈拿，他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。小撒母耳侍奉上主，日渐长大。对于什么人才可以蒙福得救，犹太人是相当的坚持。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可以的，因此也曾经影响了初代教会的想法。也因为这样子初代教会召开了称为这个耶路撒冷会议，又被教会历史定位为第1次大公会议的重要宣教会议。在会议的期间，最大的议题其实就是因为保罗呢以及巴拿巴带回来的第1次宣教旅程后的成果分享。这其中大部分是外邦人领受洗礼，信了基督。使徒行传15章第1节到第5节，22节到35节记载了这一次的会议结果，并且事后使徒们寄了信给外邦基督徒，看到了基督信仰宣教一个开阔的道路。耶路撒冷会议，有些人从犹太来到安提阿，开始教导信徒说，除非你们遵照摩西的法律接受割礼，不然你们不能得救。为了这个问题，保罗和巴拿巴2个人跟他们发生了剧烈的争辩，因此大家决定派保罗、巴拿巴和当地教会的几个人上耶路撒冷去，向使徒和长老们请示这件事。于是教会为他们送行，旅途中
他们经过腓尼基和撒玛利亚，到处报告外邦人归信上帝的事。所有的信徒听到这消息都非常的欣慰。他们到了耶路撒冷时，受到教会信徒和长老们的接待。他们向大家报告上帝借着他们所做的一切事。可是有些法利赛派的信徒站起来说，外邦人必须接受割礼，也必须遵守摩西的法律。22节，这时候使徒和长老们以及全教会决定推选代表，派他们跟保罗、巴拿巴一道去安提阿。他们选出别号拔撒巴的犹大和希拉，这2个人一向是信徒所敬重的。他们带去的信这样写着：使徒和长老的弟兄们问候在安提阿、叙利亚、基利家所有的外邦信徒们。我们听说有些人从我们这里出去，他们所说的话使你们彷徨困惑。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去说那些话，所以我们一起商议，大家同意选派代表到你们那里去。他们要跟我们亲爱的朋友巴拿巴和保罗同行。这2人曾经为着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，所以我们选派犹大和希拉，他们要当面告诉你们信中所提起的事，因为圣灵赞同我们，除了一些必要的规律，不要把其他的重担加给你们。你们不可吃拜过偶像的食物，不可吃血和被勒死的牲畜，不可有淫乱的行为。你们能够不犯这几条就好了，愿你们平安。代表们奉命动身到安提阿去，在那里召集了全体的信徒，把信交给他们。他们就宣读信件的时候，因着信上的鼓励的话而非常欣慰。犹大和希拉也是代表上帝发言的先知，他们向信徒们说了许多话，激励他们，坚固他们的信心。在那里住了一段日子以后，信徒们就欢送他们，祝福他们平安的回去。保罗和巴拿巴暂时住在安提阿，他们跟其他好些人一起教导并传讲主的道。诗篇99篇，上主掌权，万民站立，他坐在基路伯宝座上，大地震动。上主在锡安大有威力，他超越天下万国。万民要颂赞他伟大尊严的名，他神圣庄严大能的王啊！你喜爱公正，你在以色列家建立公平，你伸张公义，支持公道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，他的神圣庄严。摩西和亚伦是他的祭司，撒母耳是求告他的人。他们祈求上主，他回应了。他从云柱中向他们说话，他们服从他们所赐的法律诫命。上主我们的上帝啊，你答应你的子民，虽然你要惩罚他们的罪过，你指示他们，你是宽恕的上帝。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圣山上敬拜他。上主我们的上帝神圣庄严。感谢上帝赐下救恩以及蒙福的恩典给我们。
求主帮助我们明白，蒙福不是选民以及已相信的基督徒的专利，让我们能够谦卑热心传福音，将上帝的救恩与人分享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